健康無小事，今日多關注。今日同你講下淮山點樣揀啊！嗱，一次過咧，樂哥咧喺市場度幫你揾咗6種淮山嘅，睇下點樣揀。嗱，就咁一眼望過去咧，你分唔分得出邊個至靚咧？先從產地講起啦。其實呢6種嘅學名咧就應該叫做山藥，而呢4款咧就係我哋通常講嘅淮山。即係咧喺安徽啊、江蘇啊、廣西等地產嘅品種嚟嘅，咁佢哋澱粉含量比較大。如果摸落去咧，你會發覺咧好多粉落嚟嘅，又叫做菜山藥，更加適合普通食用嘅。區別咧主要係製作工藝啊，但係咧你要小心喎，好多都會分硫磺啊。嗱，呢個啊至明顯啦，分到呢個邊都黃晒。其他呢幾個咧睇落去咧都特別白啲嘅，行家話咧呢啲叫做微分流。而呢2種咧就屬於河南焦作嘅道地山藥。因為焦作古時候咧叫做淮慶府，所以咧呢個又叫做淮山。咁老百姓咧通常咧叫佢鐵棍山藥。嗱，你睇下佢咧比較乾身嘅嚇，粉咧就比較少嘅，咁啊又係比較典型有啲皺褶喺度。呢種品種咧入藥典㗎，適合嗰啲冇胃口啊、容易飽飽滯滯啊、鉗聲啊、濕重嘅老友。但係要小心喎，呢啲都有分流貨㗎。太白嘅鐵棍山藥咧，你就要小心啦。搭配方面，至經典嘅當然就係四神湯啦，淮山加蓮子、茯苓、豉實，加幾片蘋果乾落去。春天夏天覺得個人咧濕濕嘅嚇，冇咩胃口嘅，不妨飲多啲啊！